开始，咱来关心气象局伫拄则8点半已经解除海葵风台的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，严格嘛有针对管内县市伫今仔日发布大雨特报。咱来听气象局详细的说明。今年第11号台风海葵在今天早上7点登陆中国广东后，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。气象局已经在稍早8点30分解除海葵台风的台风警报。我们先从卫星云图上面来看，海葵台风目前的位置的话，在今天早上7点，从中国的福建跟广东的交界进入中国大陆。那目前中心已经来到中国的广东省，整体的结构明显的减弱，因此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，对台湾的威胁已经解除，因此气象局已经解除了台风警报。我们看到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持续从南来带来相当多的对流包，因此我们预计今天在全台各地，包括各离岛，都还是会有短暂阵雨的状态，有时候雨势还是相当明显的。现在我们是针对台东跟恒春半岛发布大雨特报。而到了今天中午过后，在午后热力作用的加强之下，也会有非常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出现，尤其是中部跟北部，我们不排除在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，甚至是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哦。